大家好，歡迎到 Busby Channel。今集我會同大家睇下今年4月尾喺英國伯明翰舉行嘅兩大盛事，分別係 Bus and Coach Expo、Commercial Vehicle Show。兩個展覽匯聚咗來自世界各地嘅車廠、技術供應商，一齊展示最新嘅產品。今年展覽嘅主題就係電動化同埋創新科技同未來嘅發展方向。喺之前，大家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撳埋個鐘掣。中意嘅亦可以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Riding the bus, my spirit feels so light. Ride on the bus 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 See smooth window shining in the night. Ride on the bus 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 首先帶大家睇下 Bus and Coach Expo， 打頭陣嘅就係比亞迪，佢帶嚟咗兩款嘅純電動巴士 BD11 同 BD12。喺2年前咧，我哋已經帶大家睇過噶啦。今次咧就係派出咗最新交付俾 Arriva 巴士公司嘅 BD11 路線牌咧，就展示咗 BYD Leading the Electric Future。湖水藍嘅巴士車身色彩，入去嘅內籠亦都配翻公司嘅格調，全車有湖水藍 LED 裝飾燈，同色系嘅座位，配上木紋地板。車廂設有閉路電視，雙輪椅位設計，地板上面更加有特別嘅標記。梯平門近住車身嘅中間位置，屬於地台較低嘅部分。不過我唔知點解佢旁板呢就阻咗部分嘅位置。亦都以鏡頭取代傳統嘅左右倒後鏡。我哋上層睇下先。保持原本嘅主調，不過上層嘅擋風玻璃非常之窄，視野就唔係好好。配上 Hanover 嘅報站顯示屏，全車設有呢個空調通風口，但係得前排嘅通風口先可以開閂。通風窗呢係窗中窗嘅設計，天花板有兩隻天窗，增加呢個嘅採光度。跟住咧就到咗單層巴士 BD12， 個人覺得呢一部嘅外形就靚仔少少。坐上去司機座位試下先，都幾舒服。同樣都冇倒後鏡改為鏡頭。上面咧就有控制電子牌同埋閉路電視嘅 panel， 亦都有咪高峰，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做廣播。連埋輪椅位，一共可以載到80人。相對比起 BD11， 佢嘅車窗咧就大塊啲，感覺咧就更加光猛。
同場仲有另一部比亞迪嘅，不過佢就配上 Alexander Dennis 嘅車身。呢部車咧其實都係22年已經出牌噶啦。我哋上車簡單咁望一望，呢個車身嘅版本呢，喺司機座位後邊就已經有一個雙人座位，不過呢就比較窄。車窗呢就呈方角設計，個人覺得呢個設計比起圓角設計呢就簡約得嚟又靚仔啲啦。唔知你同唔同意？去到上層，車頭同埋車尾嘅窗呢亦都大塊啲，感覺呢就再光猛啲。聽完新款啲嘅巴士，就睇一部由 Woodmaster 改裝嘅餐車，佢嘅出現呢絕對符合到今次嘅主題啊！跟住我哋睇下 Higer， 佢同樣都係來自中國蘇州金龍旗下嘅海格客車，車頭嘅外形呢，感覺呢有少少似 ALX 車身，尤其是嘅車嘴部分致敬味濃，車尾嘅設計亦都稍為平庸咗啲。佢嘅低地台巴士可以載到一部輪椅，車廂配合咗豪華嘅座位，空間感都唔錯。佢載客量呢就由41至到去45，視乎當時有冇輪椅嘅乘客啦。另外喺司機嘅左手邊隻窗，佢設有發熱線，啱晒英國嘅冬天，行車嘅時候保持良好視野。不過細心啲睇，例如呢個倒後鏡嘅接膠，感覺呢手工就好似參差咗少少。如果覺得頭先個樣好似爭咗啲，同品牌 V 系列呢就醒神好多啦。個人就覺得佢嘅外觀 modern 啲。當日展覽就展示咗3部唔同長度嘅 V 系列。首先第一部呢就係3軸版，14米長，佢嘅設計就係偏向旅遊巴士長，強調呢乘坐舒適度，例如更加寬闊嘅座位、靜音效果，同埋更加豪華嘅內裝，適合一啲跨城市或者跨國嘅旅遊㗎，所以整體感覺都唔錯。最後我哋睇埋 Ford 呢部電動 Atlas， 一共有16個座位，主要係針對一啲接駁服務或者一啲企業嘅員工接送車市場。佢靈活性高，車身較細，同時亦都保持咗一定嘅載客量，係一個實用取向嘅選擇。睇完巴士部分，我哋接住咧就睇下 Commercial Vehicle Show。今次落重本嘅就應該係韓國品牌 Kia 起亞啦。創新前衛嘅造型係 Kia 近年嘅發展方向，英國市場亦都相當受落，喺英國嘅汽車市場上邊佔有率越嚟越高。喺今次展覽裏邊，佢佔據嘅範圍最大。首先咧，佢展出咗佢嘅 Cargo 貨 van 系列，佢展示咗唔同嘅長度同埋高度嘅版本。L1H1 就係最細部嘅。佢設計富有未來感 ，modern 又醒目。我哋睇下佢拎冚嘅設計，充滿住玩味，型到爆。唔單止外觀型仔，亦都有佢嘅實用之處。整體低地台設計，方便上落貨。佢仲有啲特別嘅配飾。黑色配灰綠色嘅配搭，睇落咧相當之醒目。
內籠設計 modern 簡約而不失實用。佢連開門手柄都靚仔型格。我哋睇下呢部 L2嘅版本，除咗可以送貨之外，亦都要擺放啲工具置物架，方便一啲工程公司運作一啲維修工具。另外佢仲有高身啲嘅版本，長度一樣，不過就高啲，擺貨嘅空間就會再多少少啦。除咗貨 van 之外，另外佢仲有 Fringe 冷藏車。同埋 Tipper 翻斗車，兩部車嘅外形都設計一致，配合翻新一代嘅整個系列。同場亦都有另一個韓國品牌 KGM， 佢力推新產品 Visual EV Pickup。呢款電動 Pickup 結合咗實用性同埋新能源嘅技術，適合需要載貨同埋戶外作業嘅用戶。講到歐美品牌，美國嘅 Ford 就展出多款嘅商用車，部分外形貫徹 Ford 嘅一向設計風格，一望就認得。而嚟自意大利嘅 Iveco， 雖然展出咗只有兩款車，不過佢就加設咗呢個嘅模型，同埋揸車嘅互動區，吸引人流。現場亦都見到多間車行推介其他歐洲品牌，包括呢一部英國本土嘅 Vauxhall， 佢車頭設計同近年品牌其他嘅車型設計相類似，都幾型仔嘅。內籠裏邊就有兩個熒幕，設計都 OK。不過車尾嘅設計就欠缺突破，我就覺得比較遜色啦。其他品牌例如雷諾、標緻、雪鐵龍等等，外觀嘅設計呢就冇乜特別，依然都係主打性價比同埋實用性。至於中國品牌方面 ，Mercedes 上汽展示咗多款嘅新車，當中包括 Eterron Line， 邀請咗呢個泥地場景，圍住佢自己展區嘅一個圈，介紹呢部四驅車嘅能力。另外仲有豪華嘅七人車 MPV River 7。內籠嘅做工特別精細，睇得出設計師對美學嘅追求。同場亦都展示咗同品牌其他唔同類型嘅商用車，啲車強調咗電動化同埋智能嘅配置，顯示佢嘅品牌正係積極咁樣拓展緊歐洲嘅市場。另外，吉利旗下嘅 Horizon 亦都帶嚟咗幾款貨 van， 整體外形設計都幾新穎，感覺亦都有啲個性。
如果大家睇咗咁多品牌嘅商用車，覺得邊個牌子係最吸引呢？可以留言話俾我聽。除咗以上嘅商用車之外，展覽入邊仲有其他唔同類型嘅商用車，例如 DAF 嘅新拖頭，亦都有啲非常之得意嘅細型電動車，例如英國嘅 MEV Manchester Electric Vehicles， 就展出咗呢啲貨車仔。仲有法國品牌 Goupil， 我一見到佢嘅時候，已經俾佢得意嘅外形吸引咗，好似一隻機械人變身成為呢啲貨車仔。同場亦都大量汽車相關嘅設備同埋配件展出，例如車用雪櫃、管理系統、安全裝置、充電設備等等。另外仲有啲幾吸引擺設，例如將模型車整齊咁排列，同埋相同廣告嘅車擺埋一齊。而當中最驚喜嘅呢，就係揾到一個特別嘅攤位，令我可以親身咁樣接觸到已經有70幾年歷史，以前巴士賣飛員嘅必備用品售票機，而且即場打印咗一啲絕版嘅車飛俾我。遲啲我哋就有一條短片介紹呢個攤位噶啦。今集伯明翰嘅 Bus and Coach Expo 同埋 Commercial Vehicle Show 就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啦。多謝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